专家有地位，讲台语，提拔班。来，今日欢迎第一组的来宾，咱的菜队。哎呦，天啊！好，第二组的来宾，欢迎咱的千队。好，今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华夏欢迎来翁秀荣翁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秀荣。若要水食果子，若要巧讲台语。哦。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来欢迎阮这组的来宾。是第一道来哦。第一道来。好，我的基友。大家好，我是冯基友。是，今日是要来宣传。我要宣传咧。今日哦，带一群少年的演员来哦。这是一出咱公司台语台的大戏。是。紧嘞，队长甲介绍落去啦。这是再见1987，嘿，再见1987。是，好来，咱当时要报出。咱留互我的查某囝。哎，真，你是妈妈。我是因查某囝啦，这是因囝啦。阮是少年妈妈，少年妈妈。你唔是真后期的嘛？无，阮这个时代足久的。阮对1941哦，到1987，到40几年的故事。 46年。啊，这阮查某囝第一较好，我互伊来讲哈。好来，第二位，来，等咱叫来。查某囝边仔的迄落啊，朋友啊是啥？咱先讲一下哈，来介绍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何佑涵，会当叫我浩浩。我伫咧再见1987内底是演陈月娥，月娥是酷帅小姐。啊，我是伊的小姐。哦，伊是我的月娥啊，因为以前我是迄个厝内足有钱的。哦，你是小姐，小姐，我是一个小姐啦。哦，啊，伊是你的苏永林，早干。嘿，对，做会大汉，小姐，迄落查某囝我介绍。来，查某囝来，大家好，我是林武轩，我伫再见1987内底演的是酷帅的查某囝，啊，阮是。因是1945年还是1941年，啊，阮是87年的，阮两个是87年的，差46年的。对啊，啊，你唔对内面都爱有较老的妆吧？1987的时阵呢，是苏明姐。哦，姐啊，嘿，都安尼无共的演员，安尼对。好，啊内面有一个，迄唔知是像的查某囡仔哦，你变到恁囝，对，我都生一个遮大个咧。好，来阿囝，来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宋伟文，我伫内底是演好好的囝，是叫冲良，国家冲良的冲良。哇，再见。1987，这真正内面的演员足济，啊，上重要是甲咱收看的时间，咱搁讲一届，好不好？来，嘿，这个8月30开始吼，每礼拜暗时8点到10点，会当有看2集。是，啊，伫倒一台？公司台语台，嘿，伫咱公司台语台的大戏哦，嘿，请大家甲阮支持哦。好，好来，扫咧，迄边嘛是有来的哦。大家好，有来就真好欢迎咱哦。的千队。来队长，我是主唱苏涵，我是歌手东宪，我是贝斯蹦破朴树的朴，变蹦破啊，破啊！嘿，来，搁杀落去。我是吉他手红茶，红茶上好记啦，是今日来吼，嘛是迄落啊，为着新专辑来的。对。就阮已经出这个唱片，第3张唱片，叫无声的
大作品，无声的大作品。沉默的剧作。为着恁这个专辑的名，他都特别去问老师，是或者丁密的记作，还是古作拢会使。哎，真好听，丁密的记作，真好听。记作啊，记作，丁密的记作，是，这是恁第几张啊？第三张啊，第三张啊，顶抓有来过对唔对？这是阮第二道来吃。是，已经发行啊吼，发行啊，拢四界拢听有。好，欢迎你来哦！哈，好来，咱咧规则啊，甲大家讲者，真正有100万呢。嘿，甲恁先预告一个，阮进前2季已经送200万出去啊。是，哦，这季刚刚有100万，只要赢3关就使。3关，咱今日是。今日是初赛第一关，嘿，啊，今日若赢，连江过来就是复赛第2关。那个咧第3道的就是咱咧冠军赛总冠军摕到100万呐！是啦，这是真正，因为100万就是下卡，请下看，卡，好也有味，好也，是，交财，是。啊，阮的节目其实真简单，咱趣味算放轻松佚佗啊，伊要讲咱就尽量甲讲，是，不要讲老师会甲咱教。好，来，咱即马今日咱的第1回合开始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100万，这季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。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摇看卖，好，要安怎摇咧？啊，甲2队报告一下哈，来，请坐。来，请坐。谢谢。咱这回合嘛，拢总有2题啦，每一题有3个提示。3个提示哦。你若一个提示写一个答案，3个拢对就是3000，所以2题6个拢对就是6000哦。先甲6000摕起来好唔好？好，来，准备好啊！来，准备好啊！我要出来哦。来，咱即马题目是啥？哦，咱头一题题目就是。互恁看题目了，又看嘛是什么城市？哦，会记得哦，是城市哦，城市哦，唔是国家哦，唔是国家哦。嘿，啊若写好就紧日停起来哦，敢若5秒尔哦，啊写较紧的好。迄个人敢若听无我咧讲啥？不要紧啦，我听，我听，注意一下，好来哦，咱请出题。哦，注意哦，注意哦。哦，这什么所在咧？啊，斟酌看一下哦。啊，若知影的时阵就紧日写哦。就special的咧。5秒了，加水哦。来，3、2、1，停。无酸，这一下。拄则阮遮意见有淡薄仔分开啊。是。不过我就是凊彩选一个马尔地夫。哦，马尼地夫，嘿，就想讲这是一个伫咧水顶悬的。是，嘿，看咱这边的答案是。我写是温哥华。啊，台语安怎念看卖？温哥华。第2个提示要过来啊！我继续看落去，你就知影上尾一个到底是倒位啊！哈，来看后一个影片，请看。哦，真足哦，第1个不要紧哦。哦，这应该是倒位看过无？哇，这板桥足侪电影都有翕到哦。有无？哦，好来，知影就紧来写哦。3、2、1，好来停。嘿，什么人你就一直比好。好来，咱在对的，你写的是嘛是温哥华。对，但是因为阮头拄仔看，我约这足像美国的。就是美国的。系啊，是。但是头拄仔迄个提示，足像迄个，就是足冷的所在，才有迄款的树木。tree，同款的树啊。tree yes。树啊。你是安那拍戏过来？厉害吼，超厉害！有英文用英文来玩啦，你啦。是，你嘛是温哥华哈。后来我咱这边是芝加哥。哦，哎，其实咱感觉是应该是北美洲啦。关键的后一个提示哦，好来注意后一个提示哦，来看后一个影片，请看。
哦，嘿，大家拢知啊，嘿，是这个咱唔免无啥讲吼，大家拢知。3、2，大家拢写好啊，好来，拢有答案嘛，是来，阮在对的。自由旅行，自由旅行，自由旅行。哦，纽约区，纽约区赞啊！纽约区，好，真好，真好我来这边。 New York， 纽约，纽约，对吧？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，正确的答案是啊，纽约，纽约。好，来，咱今晚看3题，丢几个？咱猜对的分数。啊，丢一个所以1000，咱猜对的咧。嘛丢一个所以1000。伊即个第一张图，伊是即个小岛公园，伊特殊就是伫个伊拢用迄个阿门头杯啊，空起来啊贴做伙，所以你为空中看落去，伊就是若像一个铺岛伫顶悬，好，这是特别的所在。啊，第二个是 Brooklyn 的大桥，迄条桥等于伊连接的是迄个19世纪吼，啊伊连接就是为迄 Manhattan。 到迄个 Brooklyn， 所以伊等于是接两个迄款无共世界的所在，吼，所以伫个电影内底，若要做即款冲突，还是讲进入一个世界，拢定定会去翕。啊，第3张图是迄个自由旅行，伊当然是伫纽约伊的自由岛，啊，毋过自由旅行毋是美国人家己起的哦，伊是法国人要送互迄个美国人的礼物，啊，因为法国的精神，恁看因国旗。 就是自由、博爱、跟平等嘛，哈，所以伊代表恁为英国去到美国，恁在新的美国人，恁就是有一种自由，啊，佮有一种希望伫咧，是，这是自由旅行。好，要来后一题哦，来，咱题目是啥？哦，后一题是要甲恁借问者，请问这共款是什么城市咧？城市会记哦，是城市哦，不是国家哦。好，好来，咱请出题。 咦，出去啊咯！哦，我知，真水哦。哦，有人画伊知哦。好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你的答案是？首尔，修尼，首尔，韩国的啦，嘿，韩国的吼。因为阮家拢有去过。你拢去过，嘛捌去遮佚佗过。这就叫做东大门啊，东大门，拢去买衫呀。设计工厂啦，对，设计。外面也买使买衫的所在。对。来，我这边的第一个答案是，就像我写开罗。哦，开了，啊，开了的，开了。咱来看一下后一个影片哦，后一个影片哦，吼，来看后一个影片，请看。哦，真水耶，真我冇看过，这来斟酌看哦，先对。这有上新闻哦。有哦，知影就紧日写落去哦。5、4、3、2、1，好停。哦，来，咱在对的，啥物啊？确定。对，因为我嘛捌去过，捌去过。哦，熟悉。所以这是什么所在？这是一个迄个江南。 江南图书馆，嘿，图书馆，水哦，哦，会使买册啊，买册拢去啊，换咱这边，好来，我嘛要收利，还对啊，收利啊，因为顶管有韩国本，有顶管有韩国语。哦，第3个题是啊，第3个哦，好来看后这两片。 这大家都知影，哦，哇，是哦，知哦，这配色一出来就知对对，真水，来，今日个答案写落去哦，来，3、2、1，好停，知影哦，咱在对的，好好来讲，修你是，拢去过，拢去过，搁底下去上，有无？
这会使穿迄个韩国的衫，古早的迄个衫。好，来换这边嘛是哦，嘛是，捌去过无？有啊，去过足一摆啊。正确的答案是啥物吼？好来看，正确的答案是。小张导伊的这个东大门的设计是足有名的一个设计师，伊叫扎哈哈蒂，就是设计咱淡江大桥，最近足有名的吼，所以伊是一个女性。伊设计出来的物件，就是有迄款柔美的感觉，啊，佮有伊家己的铁盒伫内底。啊，第二张图伊叫做 COEX， 迄个图书馆，啊，即个伊是叫做星空图书馆，咱看迄就是足水的嘛吼。啊，迄个课是 convention， 就是一种大会艺术。啊，然后 EX 伊是迄个 exhibition， 就是展览场。所以迄个所在伊是伫咧江南遐足大的即个壁墙，规个拢是设计啊。吼，即个等于是伊所有的文化古物，也是大家去遐翕相，拢会当得到正赞的角度。啊，第三张图叫做景福宫，迄是朝鲜时代的王朝，伊一款故宫园，啊，所以甲伊用出来，伊代表的是内底保存一寡历史嘛，吼。以上是我的解说，感谢艾米达。多谢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来，咱今麦进来看分数，哈，看阮在队分数是。在队今嘛有4000。哎，啊，前队咧。毛3000哦。哦，好，来继续哦，来进来起来，来去咱的第2回合。好，台语定歌机，高庙变顺呀。是，等下定歌机就是爱安尼定。是，无唔对。来，规则甲大家讲一个。报告一下吼，咱这回合就是2队4个人拢会出来。是，咱4个人拢会出来哦。出来一个对一个定歌机。是。哦，啊，阮会甲你讲，阮的题目是啥？啊，有图互你看。高庙以来啊，甲图内底物件讲出来。哦，想袂讲出来，讲袂出来，对方就赢。嘿，安尼，速度爱真紧。速度爱出来。意思是讲，一个人有3000块，哦，拢有3000块，啊，加起来拄啊好是12000。哦，当然嘛，12000先摕起来再搁讲啊，好唔好？啊，速度爱紧哦。爱紧哦。好，好来，第一位请就台，加油！来，谢谢。走。拼了！嘿，咱的乌酸甲咱的主唱苏涵，哎，你就甲锁入去就对啊啦。小狠，哈，苏涵那个锁入去就对啦。乌酸定来讲台语，对啊，我常常来啦。对，而且舞台剧，阮即马嘛要合作，是，啊，这边的嘛是真厉害，这边的是即马出的专辑是有华语。啊嘛有咱的台语，对，阮写介一个台语歌，是吼，因台语嘛是真好哦，即马就敢若是先拼先一感觉哦，啊毋过打一个阴阳，咱唔知影，啊毋过速度爱紧，爱出来呀。好来，咱主题是啥？哦，咱即马主题是飞行机，天顶飞，是，啊那照规矩就是我这边先来，咱先发，吼，啊你豆豆来第2位哦，哈，好来，准备好未？好，来，咱请准备，紧张哈！来，咱请开始。机票。哦，袂歹哦。护照。哦，有咧出国哦。空中小姐。哦，真好哦。机长。救生衣。哎呦，是哦。行李。哦。过来。飞机。哦，袂歹。镜头。唔是咯，这卷起来应该先啊。头前个啊。他呐。哦，袂歹。哦。车马。啊？哦，厉害。过来。目睭。目坎，目遮，目架，目尖。你讲了袂歹啊，这是迄个第10个迄个签嘛吼，可能音符发较准一点嘛吼，签嘛。啊，然后唔对的这个
眼罩，哈，咱一般就是像这款拢叫做暗，好，所以咱的喙就是叫做喙暗，好，啊，若准讲狗啊要迄个防止伊去共咬，咱就狗喙暗安尼，哈，啊，你伫目睭当然叫做目睭暗，啊，因为你有当时因若讲起来嘛是感觉甲压起来，所以就叫做目睭压。啊，毋过其实你谈到有讲一个目坎，我无互你对啦，因为咱台语就是足幼路的，你坎是爱一个立体物件，譬如讲倒坎，吼，你坎菜的。啊，毋过你这目睭你一定爱大大，所以咱一般是暗。啊，另外迄个压，有人是甲讲目睭压，毋过我是希望大家讲目睭暗较好，因为压是安尼平平，压日还是压早安尼吼，所以建议大家讲目睭暗。好，多谢。好，谢谢老师。不要紧，唔通硬，因为咱嘛学着啊，目睭暗啦，是。好，不要紧，阁有3位哦。好，来准备好啊，咱就进来换人。其实哦，台语啊，咱若是讲背台语的台词，就是甲咱学的同款。啊，咱若即马一遮吼，豆豆啊甲连起来，其实就真紧啊。你讲恁2题，好，来，咱要唱，看伊几题。要插队啊！袂当，咱一定爱对家己有自信。你是看到红题会惊吼？对，会惊啊！因高雄人嘛。高雄哦。高雄人。高雄人啊。啊，你倒位人？我台中啊。台中袂差呢。来，咱即马高雄甲咱的迄落啊，台中的要相拼哦。是。好，来，爱有信心，爱有信心。好，后来咱主题是啥？咱刷落来主题就是音乐的表演。哦，音乐的表演哦，音乐的表演哦。好，来，咱拄啊，咱先发是毋是？咱即马换恁先发啦哦。好，来，请准备。来，请开始。会记得。哦，这专门的啦。麦克风，麦克。啊！是啥？麦克香。麦扣分啦！麦扣分。哎，等下，你还袂第2题呢？麦一题就无啦，一题就无啊呢。啊，慰问啊！你捌听过无？捌听过。我给你一个机会，麦。把迄个什么甲我压起来。麦克香。哦。麦克香。麦克兄，我袂记记啊，千万麦克兄。嘿，过去袂当袂着克兄的。对啦，我袂记记。好，不要紧，咱定答，分数是这边啊。好，来分数的加入去。终于搁掉3000咯。不要紧，老师会教你免烦恼。迄个伊麦克风伊的英语叫做 microphone。啊，所以伊就是细项的物件当讲出来。麦克啊，对啦。对啦，麦克啊啦。所以伊就是出头前啊外来语，所以咱就叫做麦鼓。啊，嘛有人音就是麦鼓、麦库拢会使哦，哈，还是一字嘛拢会使。练习一个尔啦，好，咱豆豆啊来啦，咱后手搁2位哦。好，来，即摆今日来换人。即马好好去对着咱泡泡，拄啊好好，你比什么姿势？气势，哎，好好，你嘛是拄啊在学台语尔，是毋是？是。是。啊，毋过我准备好啊。你准备好啊？对，伊准备好。我来讲，这就是敢讲就好啊。对啊。啊，泡泡你是？都伊啦。定定讲。阮全部拢是高雄人啊。好，请准备哦。加油！但你爱先讲者，咱主题是啥？好，咱主题哦，就是海边仔的物件。海边仔的物件。好，来，想好哦。好。来，咱请准备。请开始。擦边。对啦。红车。哦。哎。册。唔是什么册？顶管为。漫画。唔系。漫画。啊。这个漫画，伊当然是叫做 comics 嘛，哈。
啊，咱一般语内底图甲传统写的无共，拢是画一寡红啊，佮简单的对话，所以咱就叫做红啊册。红啊册。啊，另外提醒一个，拄则因为迄个物件吼，有就是较现代化，拢会讲风车。毋过其实咱若囡仔咧耍的，咱会较偏向讲伊是一个风吹链，甲伊迄个动作佮加讲出来安尼，所以风吹链。好，好，分数甲扭着哦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来换人。来，上尾啊一位啊，上关键啊，吼，提分数的。来，问一个只有你倒位人？我是台北人，因为我是台北人，所以我会当安尼家己讲。哦，我就自细汉就是台北出生，啊，台北生到大汉的。所以讲你袂当讲死台北人，爱是台北人。好啦，正台北人，嘿，不然你咪家己唔好啦，好，对，讲笑一个啦。嘿，啊那咱的选的，啊，迄个是倒位人？我高雄关。高雄关的人，所以讲细汉就开始讲吗？对，因为我的阿公阿嬷是华语是一句拢袂晓讲，所以我一定要甲因讲话，拢爱讲台语。咱的主题是名产，名产哦，今日我最爱食的，我应该知影。好，来，淡水名产，是饼。哦，是哦，虾饼。哇，赞！抢答饼输赢，到底啥人会当摕到分数呢？咱的主题是名产，名产哦，今日我最爱食食的，我应该知影。好，来，咱拄啊，咱先发对不对？我即马话音先发啦，你爱食物件，紧来想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准备。哎呦，来，请开始。往来说。芋圆，哎，水。蚵子。袂歹。牛肉汤。有咧食，有咧食。有在食。体能。淡水名产，是饼。水哦。虾饼。袂歹。鱼酥。厉害。牛子饼。牛子。来。碰饼。哎对哦，袂歹哦。关庙面。哇，赞。钱的水果。不是，蜜饯。钱的水果袂使啊。钱的水果。系啊，安尼讲袂使。因为这个物件咱宜兰遐足有名的，啊搁安平遐，吼，啊搁中华园林，因遐拢有这款名产吼。啊，一般伊是咱叫做咸酸甜，因为伊的味就是这款综合的。啊，因为拄则咱来讲生的，吼，啊要生的是你就需要用一寡盐，所以可能有咸。啊，本身果子就小可酸酸，啊佮用较重糖的，所以就较袂歹去，所以咸酸甜就直接甲迄讲出来。啊，毋过咱阁有其他的讲法，因为古早咧生的时拄开始是梨啊，啊阁较咸，所以一般来讲，咱嘛是会甲讲是梨咸，咸酸甜，嘿，直接讲梨咸，安尼嘿，啊，所以这就是咱定定咧讲的话安尼。好，多谢。其实你日常当中哦，咱真侪这种物件，咱会记哩就好啊啦吼。好，来，咱即马会记哩就是爱看分数。看阮在队的分数是。赶快四千。啊，前队的咧。即马有15000咯。好，来，今日咱的第3回合，两家来拼台。第3回合，在队的是咱的自由代表，是。啊，那咱的迄落前队的是咱的组合来代表，是即马两家要来拼台啊！两家拼台对战开始。紧张的就紧张的。来哦。
后来八题是，吼八题是，啊，咱这是规定就是讲，咱分数较少，咱有资格通啊选内面的什么会咧？要选的就是内底奖金嘛。奖金拢伫内底。八题是代表8个奖金，上最15000，上少1000。爱好好选哦。爱好好选哦。但是大家免紧张，唔免紧张，尤其是。所有队长拢免紧张，啥啦？咱有2届的救人的机会，吼，所以讲免紧张。你若唔知影，紧点问伊，嘿，因为咱有8题嘛，好，好来，上个8题是咱念一下。好，小港、菜西、运气、食红单、高米、米粉、蜜马、状元。好，来，咱即马有资格先选，看15000伫倒，咱甲唱起来。我想要先选米粉。米粉。你定定用哦？系啊，我会煮菜啊。啊，对，我想啊，头拄啊，迄个碰饼啊，啥物饼啊，哦，伊啊，我拢知影嘿。哦，吃的啦，这应该较好提分。哦，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米粉的奖金有偌济？袂歹哦，袂歹哦。好，嘿啊，分数都搁救起来安尼。是，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哦。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。1950年代，美元的米粉袋啊，吼，常常互人填来做内裤。啊，你敢知这款米粉袋啊内底中啊会印什么呢？是印2支手相按，还是印2只和平粉饺？好，来60秒的时间。这戏内底有用到。我家己讲着。哦，家己讲就好，来，通啊试下去。 2只。 和平的粉饺，嘿，哦，迄个椒皮丝的糕，糕，好，你的答案是2只和平的粉饺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2只和平的粉饺对唔对？这个不是答案，咱是爱2支手相按，好，啊是。 1950年代拄二战了后，啊，因为咱台湾的战略地位个足重要的，所以共款有一寡美国的军人会来咱遮小顾一下，啊，因为因迄边毕竟生活较好，啊，咱遮也无米粉，也无牛奶，也无啥，啊，所以连布都无，所以米粉袋啊，咱就欠嘛，吼，所以就甲摕来。 不管是填衫啦，还是讲做内裤，就是内衫内裤安尼。啊，顶悬有当时啊，就是拢会有这款图，甚至佫有字顶悬就讲迄尻川出来就是中美合作安尼。啊，其实是台湾人生家己的囝安尼啦，吼。啊，这是时代的一种笑亏甲趣味。换你也说法。说下。我一定是跟小港。 小港，高雄人，高雄人嘛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小港的奖金有偌济？5000哦，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高雄小港这个所在以前是号做凤山港，还是打狗港呢？来，60秒的时间。我跟凤山港。咱来看一下哦，凤山港对唔对？ 以前就是有旧高雄市，佮有今卖即个6都其中的高雄市，所以以前像阮高雄市遐，足早以前小港是无纳入去高雄遮的，啊，佮另外就是边仔就是凤山，吼，拢连足近的，连足歪。啊，迄个凤山有一个迄个山形，就是迄个形较叫做凤山，所以到小港遐因为。 高雄拢港边嘛，吼，所以迄搭遐小港其实不管是花莲机场啦，还是讲瓦基顶遐啦，拢是足侪港口的啊。咱为着要区别大港口打到高雄港嘛，吼，啊，就搁甲即个分别，伊就叫做小港。来换咱啊，台北人，来，咱来算一下。厕所，哈，菜西。 菜西，好，不要紧，安尼等你搁念一届，你就知什么话？菜西，菜西。好，来，咱来看来菜西奖金有偌济？哦，袂歹哦，5000哦，袂歹哦。来，我要出题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玲玲吼是一个菜西的第2名，你敢知影这个物件是啥物色水的菜呢？
来60秒的时间。玲玲，无选，无通选，无通选。嘿，玲玲，玲玲啊，你应该有点来说好，吧。我爱叫人。哦，要救人啊！要吃嘞。好，叫来人哦，紧的救人哦，你玲玲。知着无？是红萝卜嘛，干嘛色？哦，哦，好啦，啊，我就讲红色，好，红色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红色对唔对？来，分数先。叫迄个第6、5千咯，唔通搁输啊，拜托。通常咱是讲干嘛色啊红色拢是会使啦哈，因为咱红萝卜台语叫做红菜头，啊毋过若菜头你唔好甲讲白菜头，因为菜头就是菜头，好这是爱分别的。啊，像那也叫做仁仁，因为伊就是日语的发音，就是那。仁松迄两字，吼，啊，就是仁仁。啊，咱的日的音，伫咱传到即个语言内底，有当时会变音，所以有当时啊叫做仁仁，啊嘛仁仁拢有。哦，足清楚的，足清楚的。对。好，来换你啊！我叫运气好啊。运气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运气的奖金有偌济？3000，袂歹，搁差去就好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一个人吼，若是运气无好，咱会讲伊头壳噗噗，还是讲伊头壳尖尖呢？来，60秒的时间，运气无好，若无会当救人哦。看恁的队友知唔知，还是讲你本身家己知？思考者，时间要到。嘿，是噗噗还是尖尖呢？我跟头救人好啊啦，会使，救人哦，不应该拢知影啦。尖吗？是吗？尖，我刚刚无运气无好，无好呢？无好，无好呢？尖，安尼尖吧，尖较无运。我嘛感觉是尖。你感觉尖吗？是吗？我伊嘛唔知，安尼我靠我家己啊。你家己。好你啊！我跟头壳尖尖，头壳尖尖对唔对？运气真好，来分数，哦恭喜你了3000咯！咱伫迄你的面相内底吼，就是咱天地人呐，所以咱一般来讲，顶悬即轨头壳遐是看你细汉的运气甲命运，啊，第2轨就是中年嘛，啊，到迄个下底下海遮就看你的老运，吼，啊，你头壳尖尖，你就较业命，就是较劳碌命啦，吼，啊，是讲你家己因为安尼可能。家境无好，你若无超好势，你就即个人脾气较歹。啊，你脾气歹，你就贵人就较少，运气就较无好。所以这翻头转来就是讲，咱出事唔管安怎，你应该是爱互家己较拍拼的。所以即个人头壳虽然尖尖，唔过你若拍拼，其实你的老运会当袂歹。咱人爱看后肚。所以大家爱拍拼，不管你出事是安怎，以后的迄个拍拼较重要安尼。好来，换你拍拼哦。食红蛋好啊。食红蛋好，开车哦。捌食过。啊，即马无得食，即马拢足乖的。食红菜头较好啦。好来，咱来看者食红蛋，伊有奖金偌济？1000哦，意思讲你即马较无食啦，安尼较好。无得食，无得食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互警察开罚单做食红蛋，啊是因为红色是无好的意思，啊是因为罚单是红色的？好来，60秒时间。好，我家己来，家己来哦。因为罚单是红色的。罚单是红色的，对唔对？无红变记啦，分数甲加落去，恭喜加1000咯！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警察伊迄就是甲你警告嘛，吼，甲你讲这项代志足危险的，所以就是互你一张红单，嘛是代表你要纳钱啊，吼，或者你登去厝接到嘛是红单安尼啦，吼，也是讲你互偷翕的，迄拢嘛有相片，拢嘛是红单。啊，若准讲警察伫你的车顶悬甲你囥的。
咱即马通常拢叫迄叫做白单，北单所以红单白单拢无，拢是单，拢是爱罚钱啊，是大家注意安全。好，谢谢老师，超好笑的。好，换你啊，啥？来，我要经状元。状元，来，咱来看者状元的奖金有偌济？哇，有万二哦！哎，因为万五嘛还袂出来哦。袂出。状元哥啊，会用状元来号名，是因为伊的外形亲像状元的什么呢？救人哦！来哦，今日救人哦。我以为是无啊，无啊。哦，这有无啊？迄种无啊，无啊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无啊，对唔对？状元哥啊，用状元来号名，是因为什么呢？咱来看者状元的奖金有偌济？哇，有万二哦！哎，因为万五嘛还袂出来哦。还袂出来哦。哦，好，来，要出题哦。好，请问台湾的点心状元哥啊，会用状元来号名，是因为伊的外形亲像状元的什么呢？好，来60秒的时间，因个有名无？有啦，够一摆。有哦。啊，够一摆。救人哦！哦，来哦，今日救人哦。我以为是无啊，无啊。哦，这有无啊？对，迄种无啊，无啊，无啊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无啊，对唔对？嘿。厉害！分数我加入去。终于得到万二哦！啊，伊是咱台湾在来米跟红来米，伊家磨做迄个粉嘛吼，啊，然后用迄个安尼那像一个圆圆的形，啊，甲嘿模啊，啊，甲放遐个粉伫遐，啊，内底佫有加包迄个土豆粉，还是麻粉，所以就是互伊小块甜甜安尼，啊，然后伊主要是伊迄打顶管拢会一个迄个那像咧吹物件，就甲倒卡，小水气。对，啊，伊就是迄个变做出来的圆圆安尼，啊，就那像一顶帽啊，戴伫头壳顶，就那国父纪念馆同款，伊的建筑就是一顶官帽，吼，所以咱就是希望即个囡仔中状元，佮会当戴官帽，以后会当互厝人吼较兴旺的安尼，嘿，所以是答案是帽啊。来，换你后，万五还袂出来呢。万五甲1万拢还袂出来。多一个。明白。啊，美美霸是啥？美美，所以美美好，后来咱来看者美美奖金有偌济？哇！来，咱一定要甲伊分数提起来哦。加油！好，咱够有一届救人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早期用 BB 扣传情意的靠这数字的密码，啊，你敢知影？迄当时吼，当咧热恋的情人啊，伊若传3854 335 3854 335，是啥物意思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救人哦，来救人哦，起落去，救人，这个3不5时想想我。哎呦！后来咱来看者3不5时想想我，对唔对？嘿！终于又得到15000咯！另外，佫有一个海音，因拢会，互恁有一点业务的，叫做1314520。一生一世我爱你。对，我叫恁甲我讲安尼。啊，佫有一个4457。4457，伊就是速速回击哦，就是紧甲我紧回电话意思，紧急啦，对，紧急的。好啊，所以这还迄个，我即马要特别甲大家讲的是，其实咱的台语拢伫咱的生活内底，包括即马迄个新闻记者，足侪拢用台语咧报华语新闻，譬如讲祖宗。就是咱的啥物招精，啊，佮有足侪即个3不5时，伊嘛定用，所以恁学台语即个语言是咱足生活化，嘛会当学足侪种语言的。好，来换咱啦，说下。来，剩高米，来，咱看者高米的奖金有偌济？1万哦，若个读起我恐怖迄边分数真悬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
请问高美湿地的号名高美是甲德哥沉入去海部，还是海边的植物足美丽有关系呢？来，留10秒的时间，是德哥沉入咧海部，还是讲海边的植物？无啊，无救啦，无救人安尼我经你家己选。头一个啊，第二个，头一个德哥沉入海波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较我是经迄个较想袂到的答案啦。嘿，因为高美嘛，就会想到讲哦，足水的。啊，我经迄个想袂到的。哦。德哥沉入咧海部，对唔对？所在，伊其实本字应该爱是德哥未入去海沙坡啦吼，啊，啥哪会安尼？遐毋是讲足悬的所在、足水的所在，毋是，因为伊遐咱知影，咱的沿海内底有当时有一寡内海、外海，啊，佮有一寡迄个海。也就是外沙，迄个什么沙洲的意思啊，所以咱迄个就是讲有当时会可旱，吼啊有当时就是有当时会较有水流水入来安尼，所以你有当时要用的是，你就需要过迄用德哥安尼查。好啊，这个所在就是讲，希望大家爱惜这个所在吼，因为听讲有的人为着要拍片啦，还是要用一寡相片，啊，就去遐还是讲做一寡迫害，这拢是爱罚钱的哦，目前拢是爱罚钱的，所以这个所在。就是家恁解释一个安尼，是，大家去遐爱好好爱护遐啦，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来，今麦上重要的是今日看分数啊，看分数，看阮在队的分数是，今麦25000，哎，嘛真戆呢，好，啊，咱前队的是49000咯，好，49000，甲摕到登记好唔好？加油哦！好，今日后一位啊 ，Temple 达千金。嘿，来 Temple 大千金，金奖摕奖金，奖金偌济？今麦有49000。好来，阿翔规则甲讲一下。哦，咱这边哦，就是爱4个人拢来讲，啊，讲个清楚搁紧哦，吼。是。啊，若一个人讲对，就是1成4900。2个人讲对就是3成14000，啊3个人讲对就是5成24500，啊若4个拢对就是49000啊哦。来，咱 Temple 大千金就是一定爱有 Temple，是大家若像 Temple 爱搁讲话就真困难对无？对啊对。不要紧，咱内面有好多啊，咱的答案，啊搁来上个咱试者，互伊看。我试互恁看。好，来，看一下哦，准备好未？好啦。来开始。来哟，嘿，干嘛，落啊，给啦，落啊，哦，就是安尼啦，干嘛？不是给啦，是给啦，你甲因讲者，给啦，干嘛，落啊，给啦，落啊，好，会记哩哦，干嘛地啊，落啊，嘿，老师来啊，来。咁啊，落啊，嚟啊，落啊，咁啊，落啊！拢总49000块的奖金，因会当摕偌济登记咧？干嘛，落啊，给啦，落啊，会记哩哦，干嘛地啊，落啊，嘿，老师来啊。给，会当哦。来，准备好啊未？咱请开始。来，咁啊，落啊，嚟啊，落啊，咁啊，落啊！给啦，嘿，落啊，给啦，咁啊，落啊，嘅啊，咁啊。来，给啊，干嘛？落啊，干嘛？给啊，落啊。哦，袂歹，给啦哦。嘿，给啦，落啊，咁啊，落啊，咁啊，落啊，给啊。哇，
你是念了袂歹，因无什么乱的，但是因为迄发音咱拄我在讲的俩结啦，可能是讲较袂出来嘛，较唔敢讲。吼，不过有人有分数，吼，来咱问老师，吼，两个过关，两个过关。好，来两个过关，安尼奖金偌济？有14700啦。好，偌济来去颁奖。来，金牌，哎呦！袂歹，有好佚佗无？好胜好胜哦！加菜金，真好。啊，来咱这边的朋友不要紧，咱好啊，等于练，咱再过来报名。好，安尼好唔好？好哈，好，今日哈没有传团结哦。啊，对，爱个做团结哈。来，咱再给1987，伫8月30开始，就伫咧公司台语台暗时8点会播2集。一定爱收看哦。是，会记得是咱公司台语台的8月30哦，吼，8月30哦。好，今日来谢谢咱的国文老师。啊，感谢咱王旭荣王老师。谢谢。专家有地位，到顶变来去，好，你大家拢欢喜，再会。谢谢。好，体育赛见哦，我赛过来哦。感谢，真正有奖金，谢谢。啊，口秀，谢谢。马进，过来。